当这食营养，元宵节是食元宵哦。一般人是认为讲有包鸭较大粒的叫做元宵，甲营养是无啥共，敢真正是安尼分的？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请雅纯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。咱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就参大家做伙来探讨这元宵甲圆仔两项到底有啥物无同？咱先对上大的差别，就是做法来讲起。这元宵是用甜的这个鸭，甲伊切做细块了后，混淡，甲伊放伫咧柑仔或者是现代人用盘仔内底，掺糯米做的粉伫顶悬，拿切拿裹粉，搁中互喷水甲裹粉这个程序，互这元宵会当愈练愈大粒。口感来讲，元宵食起来就会较 Q。外形因为是用练的、用裹粉的，就会较无规则。也其实这个元宵是北方的风俗，伫咧战后才传来到咱台湾。佮来讲到圆仔，有的是有包鸭的，有的就是基本细粒的红白圆仔，同款拢是用糯米落去做的。毋过是用手软软的了后，家扫做一粒一粒，再个对这个方式来讲起来，相对食起来是会较黏，而且外形呢，因为用咱的手落去扫，这外形就会当做粒有较圆。伫咧传统的文化内底，咱办喜事等等，拢会大家做伙烧酒来烧圆仔、食圆仔，代表着一个团圆圆满。因为伫咧当这食圆仔，是因为已经到年尾啊，毋才会讲当这圆仔食了加一回。也总是即马时代伫咧变迁，无遮尔啊注重食圆仔，也是食元宵的风俗，是遮嘛无的确得爱等到什么时机，想要食随时嘛拢会当来一碗。即是这圆仔甲元宵拢是糯米做的，加上甜汤，这热量是真悬，食4粒等于是白一碗白饭去啊！得爱慢泡至少40分钟，才会当来代谢。而且圆仔甲元宵是个真歹消化，咱就毋通食了伤济，食了伤赶紧，才袂对身体造成负担。咱今日的解破新闻就先讲到这，所来将镜头交转给主播。